今日係2月14日，常年期第5週星期六，亦都係聖濟利祿隱修士及聖默多狄主教紀念日。聖言金句係列王紀上第12章第28節：以色列，看，這就是領你們由埃及地上來的天主。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默想嘅主題係對主忠貞的愛。撒羅滿王因為受異族妻妾們嘅影響而拜邪神，遭受天主懲罰，招致達味王國分裂。北面10個支派歸屬亞洛貝罕，只留下猶大支派屬撒羅滿嘅兒子勒哈貝罕管治。亞洛貝罕怕以色列人日後繼續上耶路撒冷聖殿奉祭，難免產生歸順達味王朝嘅心，便創造咗2隻金牛犢，供喺他王國嘅兩處邊界位置，讓人民到那裏敬拜上主。佢對人民講：這就是領你們由埃及地上來的天主，叫人民唔使去耶路撒冷聖殿奉祭。佢講嘅話正如以色列祖先們喺曠野流徙時敬拜佢哋製造嘅金牛時所講嘅。當人遇到困境、考驗、不明朗前景時，會好想找緊神，渴望確實神嘅存在及得到神嘅指示。睇下幾多人喺自己或者屋企人患上絕症時，聽朋友講嗰個廟靈驗，嗰位法師佛法高，便去參拜、求籤問卜、求平安符等。亞洛貝罕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不惜以金牛代替天主，阻礙人民到上主嘅聖殿朝拜上主。我哋有冇為咗博上位、討上司歡心而有意無意地中傷自己嘅同時，有冇為多賺外快而唔參與主日彌撒，俾自己辯解嘅理由就係為咗家人得到更多嘅享受？為家宅平安，新居入伙時拜4角。今日嘅祈禱係：上主，你要求我們對你的愛是忠貞的，願我們在各種困難、考驗或誘惑時，依能堅信你，遵守你嘅誡命，按你的旨意生活。阿們。願主祝福大家。